今日同大家講一段周朝嘅傳聞。文王拉車達達到，周朝天下達達年。唔知你有冇聽過呢句說話呢？話說商朝末年，西達侯姬昌招賢納士，聽聞姜子牙喺渭水用直鈎釣魚，睇落瘋瘋癲癲，佢實則有安當定國之才，於是就親赴渭水請姜子牙出山。姜子牙就話啦：如果你親自用車拉我返去，我就輔助你統一天下。姬昌冇猶豫，請姜子牙坐上車，就要將佢拉返去西岐。佢拉呀拉呀拉，努力拉咗達達到，終於體力不支。姜子牙起身同佢講：你拉咗我達達到，我保你周朝國運達達年。而呢啲都係天意啊！後嚟真係好似姜子牙咁講，姬昌喺佢死後被追尊為周文王，而喺西周3達年亦都國泰民安。到咗東周5達年，雖有戰亂，但周朝由頭到尾都有達達年嘅歷史，成為咗中國歷史上統治最長嘅王朝。